人大常委會即將開會討論本港嘅政改報告，外界嘅焦點係到底會唔會為提名門檻落閘。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乃強表明，普選特首提名門檻要過半數，係體現集體意志同埋政治上可以操作嘅方法。佢又話，中央預咗有佔中，最壞嘅打算係一國兩制變一國一制。鄭思思報導。連續3場座談會，中央官員口中始終冇講明提名門檻要過半數。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乃強認為，過半數並唔係唯一嘅方法，但容易理解同操作。但我從一個政治嘅考慮，如果佢唔係過半數，好似而家反對派你睇話，你咪個個人會投咯，最高票嗰啲嗰幾個得咪得咯，咁一啲排列上嚟，梗係投得過好多啦嚇。譬如話一個有40%，第二個譬如30%，我哋70%啦，後邊嗰個咪10%、8% 咁出嚟咯。即係好衰唔衰啊？後來嗰10%、8% 提名票嗰啲人咧，到最後當選喎，哇！呢一嗰人嗰個爭議會點啊嗱？所以嗰個過半數，除咗係即係好簡單咁體現咗嗰個集體意志，同埋一般人好容易去可以理解之外，實際上喺個政治上呢個先正係可以操作嘅一個方法。至於候選人嘅人數，佢估計會限制喺3個。如果講安全係數嚟講，2個最高啊，4個就最低嘅，但係2個就好比較難睇嘅。4個咧就係個咩嘅？咁可能就係3個都唔頂，即係呢個係個估嘅啫。佢話中央要求普選安全係數要好高，因為中央已經將政改定性為香港管治權嘅爭奪，一步都唔會退讓，並已經預咗佔中。其實最壞嘅打算，即係一個即係唔可以講嘅，壞到即係講都覺得好恐怖嘅就係。好可能係一國兩制冇咗嘅。劉乃強會後進一步解釋呢個最極端嘅情況。如果係進入個緊急狀態嘅時候，因為基本法就係全國性法律將喺香港生效。如果全國性法律喺香港生效，實際上咪冇咗一國兩制咯。佢話基本法同駐軍法都有條文，特首可以請求駐港解放軍協助。佢認為所謂嘅協助未必係解放軍出營，亦可能係佔中拘捕咗好多人，監獄唔夠，借用解放軍軍營拘留。有線電視記者鄭思思報導。